在国际媒体公布了一大批据称是从中国警方网络泄露出来的有关拘押营的照片和文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谴责了他所说的在中国东突厥散的暴行。我们对2018年以来的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拘留营的报道和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片感到震惊。普莱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位发言人再次呼吁北京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人，废除拘留营，结束大规模拘留、酷刑和劫狱以及使用强迫劳动，并表示美国将继续与美国的伙伴及盟友合作，推动追究那些因为暴行负有责任的人。在国际新的媒体报道了中国在东突厥散的镇压兴起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会见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习近平在视频会议上对他的来访者说，美国国家都有不同的人权情况，因此各国可以寻找一条必须适合其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习近平并说，在人权方面没有所谓的完美国家。巴切莱特女士开始访问东突厥散，欧美指责中国在最高级别上纵容对穆斯林维吾尔族的虐待行为。观察家们说，这次访问对巴切莱特来说特别困难，巴切莱特可能无法自由行走，并有可能被中国当局利用来洗刷自己的名声。国际特赦有关2021年死刑判决和处决的报告说，中国可能处决了上千人，仍然是全球处死人数最多的国家。与往年一样，记录在案的全球处决和死刑判决的总数不包括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在中国被判处死刑和处决的数千人。澳大利亚经济部长周三今天呼吁，如果中国想要改善与澳大利亚双边关系，就应该放弃惩罚性关税。在澳大利亚要求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北京和堪培拉之间的关系处于2020年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随后将中国巨头华为排除在建设其5G 电信网络的合同之外。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包括煤炭、葡萄酒和大麦在内的10多种澳大利亚产品采取了报复性措施。近日在国际媒体上发布的新疆警方文件中，也有当局安全摄像头监视东突厥散某地区清真寺的瞬间。众所周知，中国当局镇压东突厥散穆斯林的伊斯兰身份，严格限制进入清真寺。可以看出，图像中的穆斯林大多数是老年人。中国周三宣布，在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访问亚洲期间，中共解放军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军事行动。拜登日前在访问日本时做出以武力保卫台湾的承诺。在卡塔尔为2022年世界杯做准备之际，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人权组织要求国际足球协会联盟就侵犯卡塔尔工人的行为赔偿4.4亿美元。在致国际足球主席简尼·因凡蒂诺在一份信中表示，国际足联应与东道国合作，在未来保护工人的权利。